咁嚟到我主要想講嘅就係咧，係喺粵部分啦，咁係雨後深山啦。咁雨後深山呢個題目，咁其實咁佢限制咗你喺雨後同埋講深山嘅嘢。咁我覺得你不妨去做一啲多啲嘅想像力啦。咁例如深山係咪有啲古靈精怪嘅？譬如可能有一啲會唔會有一啲精靈啊？即係呢一類嘢啦。或者如果傳統一啲嘅，係咪一啲比較中國式嘅一啲神話故事喺背後啊？唔想咁想像力太過大、太過多嘅話咧，咁你都可以考慮。譬如係咪可以係一個環保嘅議題咧？係嘛？雨後深山咁，如果呢個環保即係環境破壞咗，咁會唔會係落雨之後呢度變一個山泥傾瀉嘅地方咧？係嘛？都可以喎，其實嚇。咁當然啦，咁呢一兩樣只不過我好隨口噏嘅一個 concept 啦。咁你去諗嘅時候，你梗係要諗得比較去仔細一啲啦。咁正如頭先所講啦，深山其實係咪可以即係諗多少少古靈精怪嘅嘢啦？係嘛？深山咁可能同動物啊，可能同啲神話啊，同啲神獸有關，即係你都可以嘗試去呢個方向去考慮去諗嘅。咁啊，盡量令到佢即係表現得比較幻想力豐富一啲啦。譬如我係咪可以將兩樣嘢將環保結合咗落去咧？係咪？即係例如頭先講咗，即係可以將兩樣嘢結合咗佢喎。即係例如，如果一啲深山嘅精靈啦，或者係啲深山神獸啦，咁佢可能因為你哋人類保護唔到好嘅大自然啦，咁令到佢山泥傾瀉啊，咁其實佢都可以出嚟，即係向呢個人類報復嘅喎，係嘛？神怪得嚟又有個意思，轉咗佢去同環保有關嘅議題咯。咁呢個我都不妨可以考慮下。